一個咧就係大浪灣石刻，應該相信係同喺呢度住嘅一啲古越族先民咧嘅一啲宗教祭祀有關。見到上面嘅符號啦，都係一啲可能曲線啊、幾何嘅圖騰。我哋去好多博物館，外國嘅好，香港嘅好，可能見到幾百年嘅畫，我哋已經覺得好犀利。仲要呢一幅畫其實可能有3000年左右嘅歷史，咁係好難得。民族學，民就係人民個民，族就係風俗個族，意思就係人類眾多生活方式嘅一種結合。咁我成日形容咧，民族學好似一把大嘅雨傘咁樣，咁喺個底下咧有物質嘅文化啦、神像啦、衣飾啦、主食等等啦。咁非物質嘅部分就可能係口傳嘅傳統啦、神話啦、音樂啦，唔係淨係研究原始或者古老嘅嘢，反而係去留意住一啲觀念啦，或者甚至乎一個器物啦，佢點樣喺時空裏面流轉啦，去改變。咁我亦都有玩一啲佢哋嘅樂器啦，去嘗試咧理解啦、代入啦佢哋嘅生活。本身就因為細個都好中意歷史啦，我亦都中意去研究可能關於當時嘅平民百姓或者係社會冇咁有話語權嘅族群啦，佢哋究竟係點樣生活啦？點樣去看待呢個世界？可能我哋成日都會見到非洲啊，或者大洋洲啊，好多部落佢哋有啲好奇怪啦，或者個樣好神秘，甚至有啲驚嚇嘅面具。咁呢啲面具其實好多時候可能係同佢哋嘅一啲祖靈有關。咁其實我哋喺香港嘅生活都好，我哋轉角可能就會見到有人放土地公公，縱使個外貌有明顯嘅分別，但係其實嗰樣嘢嘅精神都係一樣，就係我哋縱使生活喺一個咁現代嘅文明嘅城市裏面都好咧，我哋其實都有好多神秘啦、覺得不可解啦、宗教啊等等嘅部分咧，喺我哋嘅生活裏面咧呈現出嚟。每一種呢一啲生態環境咧，就衍生咗人類嘅適應嘅能力，同埋佢哋喺呢個場所嗰度生活嘅方式。令到我哋知道其實唔係淨係得一種嘅方法去看待世界啦，去生活啦。每一個民族都會有自己嘅呢一啲小嘅好似符號、密碼咁樣，咁其實就等我哋去發現啦，去發掘。